王伯，哎，把这些花都换了吧。这些花都开得挺好的呢。换成玫瑰花。哎，小凤一直都喜欢玫瑰花，等她回来，看见有这么多玫瑰花，她一定非常高兴。 峰峰，先进去吧。啊。小凤，小凤，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凤，你这才回来，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小凤，你跟我说说话吧，小凤。小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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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凤？叶家，其实我知道，你早就不喜欢我了，我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灰姑娘的故事。 没有童话，叶家，
我们分手吧。小风，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爱你，小风。我不会跟你分开的，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你不是答应过我吗？永远不跟我分开。小风，小风，不要离开我，我不会和你分开。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情诗被晚风打碎。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我独自不醉不归。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我独自不醉不归。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姐姐回来了！啊，姐姐回来了！姐姐，姐姐，你没事就好了，真是太棒了！我来，姐姐，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姐姐，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很想你啊。对，我们一直都很努力打理生意，生意跟以前一样好，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呢。大哥，你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鳄鱼。就是姐姐，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好担心你。姐姐，我学会了做菜，做的跟福生一样好吃。大哥，福生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他身体里的血液都被抽干净了。慕容熙是和福生一起失踪的，恐怕也凶多吉少。大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你已经被偷袭几次，我怕这样下去，连冯小姐都会有危险。
姐姐，怎么了？李欢呢？刚刚还在这儿呢。对呀，刚还在这儿呢。请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请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请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张先生，这个价格很合理了，您可以去中介打听一下。我觉得啊，张太太，您可以去楼上先参观一下。好。鳄鱼，走。怎么回事啊？李欢为什么要卖庄园？我不知道，老大说卖，我就按照吩咐帮忙打理。他人呢？老大外出了。外出？去哪儿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办，他的行踪我不方便透露。那你把李欢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他以前的号码停机了。对不起，冯小姐，这个无可奉告。李欢没和我在一起，我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以前有事情都会告诉我的，可我现在给他打了好多电话，根本就打不通，都联系不上。芳芳，我听说我大哥把你从叶家那儿接回来了。据我所知，我大哥喜欢你，那是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着。现在你出现了，我大哥又不见了。是啊，这也太蹊跷了。该不会是人间蒸发了吧？遥控器怎么会突然失踪呢？刘子夜、浮生和慕容熙先后失踪，现在是李欢。下一个不会是我们吧？啊！芳芳，你跟我哥分手了，会不会我哥找大哥决斗去了，然后就毁尸灭迹了？叶博，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不开玩笑？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天李欢给我打电话说约我见一面，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他说他要重新进入演艺圈，还说他要为未来自己的生活重新做打算，还要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我现在想想，觉得他根本就不是说出这种话的人，真的觉得太奇怪了。那这么说，我也想起一件事儿来。大概在1周之前吧，我叫上大哥，跟我其他几个哥们儿一起去喝酒唱歌，大家都很嗨，就他一个人在角落里面闷闷不乐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我哥那地上一地头发，全是他掉的，就他那年纪
怎么可能掉那么多头发呢？是啊，李欢到底出什么事了？峰峰，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已经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找他了。我这几天已经把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喂，小峰，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谢谢你关心。那你能回家一趟吗？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小峰，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书房的灯太暗，看书总是看不清楚。我已经给你换了一盏大功率的灯，现在书房特别亮。还有，你不是说你喜欢泡玫瑰花浴吗？我也给你把浴缸里全都泡满了玫瑰花，等着你回来。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李欢啊？李欢？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他……小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没事没事。这样，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好不好？我现在有朋友在，不方便听你电话。再见。小峰。谁啊？叶佳。叶佳？他也没见到李欢。那怎么办？他到底在哪儿啊？翻滚吧，牛宝宝！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哼，他该不会回到星线上去了吧？叶波，翻滚吧，牛宝宝！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哼，他该不会回到星线上去了吧？叶波。朱朱，好，明天河边见。啊！你真的穿越过去了，然后你又穿越回来了。我说当初见李欢的时候，我还觉得他神神叨叨的，我还以为他这里有问题呢。谁知道，不是得病了，是真的。啊，我的妈呀！你说这世上还真有这种事儿啊！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他。峰峰，真没想到，我怀孕这段时间，你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命运真的是很奇妙，有的时候你猜中了开头，却根本猜不中结尾。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那个时候，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你还说李欢是你的大包袱。我以前一直想办法甩掉他，我打他，骂他，欺负他，他还依然对我那么好，默默的承受。他
真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再是那个冷漠、高高在上的皇帝。猪猪，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在他那儿那么肆无忌惮吗？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他杀了家业，他觉得他亏欠你？因为我心里知道，不管我怎么对待他，他都不会抛下我不管。自他失踪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心没处放了，感觉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挖空了。猪猪，没有离婚，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意义都没有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想找到他。放心啊，一定会找到他的，你放心。有我在，我陪着你啊。他在哪儿啊？叶先生，李魂失踪了。什么？李欢人失踪了？这消息确切吗？确切，叶先生。为什么你的研究里面缺了李欢不行啊？当年秦始皇得到一个长生不老的配方，方子上说必须用活到1000年的人的血来制造长生不老药。根据我对李欢的调查和观察，他正是这位主药。咱们不是有几个小暴君了吗？他们也是1000年前的人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验，小暴君的血液勉强能维持长生花不死，但花朵却在枯萎，效果并不明显。我明白了，可是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抓住李欢太难了，他简直就像狐狸一样狡猾。哎，李欢很重要，不过还有一个人更重要。我们的研究遇到了瓶颈，现在急需一个医学专业更加出色的科学家。你说的轻松，我现在雇佣的人哪一个不是专家？放眼医学领域，还有谁能比他们更专业？有，谁呀？你的儿子叶家。叶家？哎，叶家，来坐。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臭小子，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啊？你看你多久没回家了？哎，叶家，你和冯小姐的事情呢？爸，如果您要是谈这个事儿的话，那我先走了。哎，你的事我不干预，我呢是有另外的事跟你谈。什么事啊？我一直在做一项医学研究。医学研究？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呢？这项研究没有成功之前，不方便对外公开。什么研究搞得这么神秘啊？你知道都是哪些人参与其中吗？哪些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学天才、专家和学者。爸，您到底在研究什么呀？我在研究一项伟大的医学课题，正在研究长生不老药的制作。如果能够成功，人可以永生不死。叶家，这个项目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之所以找你来，是因为我需要天才的头脑，医学领域的。人怎么可能永生不死呢？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啊！古代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规律也是可以打破的呀，难道不是吗？人类以前是无法上月球的，现在呢？宇宙飞船的发明，中国的神5、神6，不是也在月球旅行吗？您啊，
跟我说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您所谓的什么长生不老，那是无稽之谈。怎么叫无稽之谈啊？爸，我不跟您争这些了。您说您工作了一辈子，这都马上退休了，您和我妈去国外旅旅游，养养生，多自在啊！研究什么长生不老吗？再说了，从古至今，您说哪位君王，他不想长生不老？可是到最后呢，有谁真的把这个药物研究出来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叶家，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爸爸喽？这样吧，我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想清楚再告诉我。施主，阿弥陀佛。师傅，这里是不是原来有一个洞啊？洞？什么洞啊？上次我和李欢来的时候，正好发生了地震，地面塌陷后就出现了一个洞。老衲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地震。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还掉了下去，还在下面发现了7个小暴君。阿弥陀佛。师傅，李欢有没有来过这里啊？我不认识李欢。怎么可能呢？我听他说过，你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经常来这儿听你讲经文的。阿弥陀佛，女施主啊，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李欢、张欢、赵欢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不可能的。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幻想，你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摸到的，无非都是内心的投影啊。师父，你骗我呢，对不对？李欢是我身边真实的人，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没有半句妄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怎么会不染尘埃呢？女施主啊，世上之事总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如放下，看破，便也无所挂碍呀。
师傅，如果李欢来过，麻烦您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阿弥陀佛，女施主啊，凡事何必执着，随缘而去吧。李欢，你是不是穿越回去了？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你这个僵尸，妖怪！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怕你忘了回来，不记得我在，你就像天边的云彩，我无法将你拥入怀，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缘分纠缠今生，却没留下任何可能。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你在哪儿啊？回忆还缠着。你回来吧。缘定今生，情分却就算你要去哪，你也要告诉我。我好担心你啊。你在哪儿啊？你说过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对我好。你是李欢啊，你说话一向都是算数的，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呢？你说过的，就算穿越回去，你也要带我回去，要让我做女暴君的，你都忘了吗？你回来吧。没有你我不行，我真的不行。你回来吧，你骂我是蠢女人好不好？好不好？你在哪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不要，放手，放！老大，你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在追杀芳芳。老大，那只是一个梦而已，别担心。我还梦见了一把剑。剑？什么剑？我用那把宝剑杀过无数的人。我的皇祖母就是用那把剑杀死了我的父皇。那把剑从锻造好的那天起，就用无数的鲜血祭奠着，所以锋利无比。老大，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既然让我做这种梦，是不是老天对我有什么启示？老大，你最近思虑太多，需要好好休息。不过，到底是什么人要追杀你？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峰峰最近怎么样？冯小姐像疯了一样，满世界找你。随他去吧。老大，照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既然你这么担心冯小姐，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不，我不能。 可是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才短短几日，冯小姐已经瘦了很多，而且整天整夜的不睡觉，见人就疯疯癫癫的问有没有见过李欢。叶博士，这是研究记录，你签个字呗。叶博士，你好几天没回家了，这样工作身体受不了。没事，你先出去吧。 小峰，小峰，我们出去说吧。小峰，你真的就不肯原谅我了吗？小峰，对不起，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去国外，我们远离这里。你认为我们离开这里？ 就真能忘记所有发生的一切吗？你听我解释啊！那天佳妮之所以那样，全部都是我妈妈指使的。叶佳，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不想听了。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小峰，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要一次机会。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小赵叶，姐姐，李欢回来了。李欢回来了。
小风。李欢，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你急死我了！你的头发怎么了？从今天起，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你说什么呢？你爱上我了是不是？我一直在等你跟叶家分手的那一天，等了很久了。李欢，咱别闹了。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很喜欢你？我一直在追求你。其实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自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盼着你跟叶家分手。如今我如愿了。你不会把分手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吧？可不是我让你分的。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李欢是谁？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背叛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结婚呢？这口气我忍了太久了，如今我痛快了。像你这种女人，没钱没貌，没有教养，没有身份，一个卑贱的孤女，身上没有一丝女人的气息。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女人怎么就孤芳自赏，自信到如此程度呢？你是不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男人见到你都要死心塌地的跟你一辈子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走在一起，我觉得很丢人。难怪叶家没有让你进门。你跟芬妮比啊，就是云泥之比，她是云，你是什么？自己知道吧？李欢，你实在太过分了！都给我滚！楚风，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已经忍了你3年了，我现在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姐姐，没事吧？姐姐，你别难过。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快起来！姐姐，你给我滚开！不要再让我姐姐看见你了。李欢，你这个伪君子，整天道貌岸然的教我们怎么做人，原来你才是最大的暴君！你就是我们男人的耻辱！你们这群混蛋，敢跟我斗，自不量力！姐姐，姐姐，摔伤哪了？
叶博士，他都1个星期没来上班了。是啊，最近叶博士很颓废啊，听说失恋了。叶博士第1次谈恋爱失恋了，打击应该很大。叶博士，叶博士，别太难过。刘强，别人都说我是天才，可是我是最愚蠢的。我一点情商都没有。小凤本来是属于我的，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李欢跟我说，我就是个可怜虫，我做得了谁的主？当时我就当是一个笑话听。可现在看来，我真的是谁的主也做不了。在生活中，又有谁可以自己做主呢？这事我略有所知。你们家是因为希望你跟林佳妮小姐在一起。佳妮，小凤早就提醒过我，让我不要跟佳妮来往。可是我没有听她的，我是觉得，我从小看着佳妮长大，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孩子，可没想到，她竟然……算了，不说这个了。我是真的对不起小凤，我母亲一直都看不起她。处处为难他，可是他为了能和我在一起，他一直卑微地忍着，可我却什么都没有替他做，只是一味地让他迎合我母亲。叶博士，要不你和冯小姐沟通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不会再有了。发生这种事情，小凤怎么可能原谅我？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换作是我也不会释怀。这些是常有的事儿，您别太难过，想开点吧，啊？我就是一个胆小、无知、懦弱的男人，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小凤，我也不值得小凤这么对我。她每次出事的时候，我都不在她身边，我还不如李欢。
李欢对他的好，我根本就比不上。刘佳，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害怕回家。我送给小凤的香水、衣服，现在全部放在原地。我在浴缸里还给她泡满了玫瑰花，好等着她。家里的一切都没变，变的是小凤不在了。这种滋味你知道吗？男人啊，是需要经历才能成熟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想开一点，别太难过了。生活总是要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也不负我的真。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也不负我的真，我的真。老大，怎么？有什么情况吗？有人进谷屋子了。你来看。早上这个梳子上明明有头发，现在这些头发都没了。而且所有的门窗我都检查过，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老大，您的头发怎么又白了一些了？峰峰怎么样了？凤小姐休息了几天，没什么大碍。她的朋友猪猪一直陪着她。不如这样，老大，我看我还是从冯小姐那儿撤了吧。你的安全更重要。不，你要继续保护她，而且不能让她察觉，不能让她感觉到有人在监视她。她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老大，我真的不明白，你那么喜欢冯小姐，为什么还要和她分手？我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凡是我身边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尤其是峰峰。
我不想让他受到一点的伤害。可是你的良苦用心，冯小姐彻底误会了，而且对她的刺激也太大了。叶先生，李欢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什么情况？李欢和冯峰已经彻底决裂了。呵呵，真有意思。李欢失踪了好几天，突然出现，第一件事便是和冯峰分手。我也觉得奇怪，这李欢这么千辛万苦的从叶家的手中抢走了冯峰，怎么就决裂了呢？这一点也不奇怪。男人爱权、爱钱或者爱色，总要挑一样好的。像芬妮这种美女，李欢要和冯峰分手，这很正常。毕竟，男人难以忍受自己的女人曾经和别人同居，在心里面那是一根刺，那根刺刺深了，放手就快。其实啊，我倒认为从冯峰下手不失为一条好的捷径，因为我们要动李欢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不行，冯峰虽然是孤女，但是和她有关系的人要是锲而不舍地追查起来，那很麻烦。哎，谁会追查她呀？她只是认识李欢，在这个社会上也没什么背景啊。我断万不得已，绝不能动冯峰，因为他比李欢更麻烦。再说，冯峰本身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拿下他没什么意思。为今之计，也只能是从李欢下手。